第二节咯，本来我心渴望上帝恩，亲像空空滚浪，爱的摩天忽然起云，水落大河啊长。第四节。上帝跳探主笔，上帝喜悦我稳当掉，稳主在欢喜。好，真好，咱个唱来献开信息464首，464首。第三节，咱来看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若无反悔，要得恩情。好，若无反悔，要得恩情。好，好，这首咱真熟。咱咧唱歌爱大声哦，内面嘛咧运动，吼，咱的嘴嘛咧运动，咱的精神、咱的头脑拢咧运动哦。好来。464首。本来好音真下地多动，团个真开个真爽，我若追求欢喜消息。小树里高望，上帝将到世间，修出世间漫漫人，心靠救主无论之罪，为的引我到引我，好引进是道。请咱备万心来做今仔日敬拜。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圣诗第21首 A 调，上帝真正是我上帝。圣诗第21首 A 调，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会众请起立。上帝真正是我上帝，担责我的罪孽，思想少了。
元家的选读新的界面，伫姓氏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齐声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K 应文第13篇。K 应文第13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刻恁来用。K 应文第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伫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听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洗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欢喜快乐的声。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着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心。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伫旧历年的上后一礼拜，阮自己伫你的面头前。要来听探你的话语，亲像以色列人共款。主啊，我嘛知，亲像以色列人共款，阮常常袂记你的诫命、律例甲法度。因为悖逆是人的本性，若是无圣神时常光照阮，阮就毋知上帝的旨意是啥物。你甲阮得罪上帝，离开上帝，甚至甲上帝为敌。求主透过牧师的讲道，教示阮真理的话语，因为真理互人自由，离开罪恶的捆绑。真理也是永活的道路，引带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互人破碎家己，无过为着家己的利益，会当为着上帝国的荣光来跑走。主啊，互阮伫新的一年活出新的生命，互阮看无家己。肉体的私欲、目睭的私欲，甲人生的骄傲，拢总放落。主目看耶稣的宽恕，互阮行出公义甲慈爱，真正实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教会甲团契生活，互建成教会成做上帝宝贵的器皿来使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了，请献歌队。应该今仔日要用的诗歌是《信靠上主》。
恁着专心倚靠上帝，伊会照光恁的路，多多信靠伊，多多信靠伊。恁着专心倚靠上帝。圣经记载伫《生命记》30章11节到18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页，我来读。《生命记》30章11节到18节。因为我今仔日所面临你的界面，毋是你所做袂到，也无地远远，毋是伫天里，地甲你讲，之水为阮上天带来阮遮，互阮听来行伊啊；也毋是伫海外，地甲你讲，之水为阮过海带来阮遮，互阮听来行伊啊。即个话甲你真近，就是伫你的喙，伫你的心，互你通来行伊。看，我今仔日有用活甲福气，死甲在的摆咧伫你的面前，就是我今仔日命令你听耶和华你的上帝，行伊的道路，守伊的诫命、律例、法度，互你通活地加体人业。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要伫你所要入去的圣洁的地赐予你，切使你的心背谬，无听探。各守有血去敬拜别个上帝，服侍伊。我今仔日就明明甲恁讲，恁的确要灭亡。伫你过约旦入去要圣洁的地，你的日子月月久长。今天是何堂礼拜，我再用华语来念一次。生命记30章11节到18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对你并不困难，也不太远，不是在天上使你说。
谁为我们上天去取来给我们，使我们听了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的那边，使你说，谁为我们渡海到另一边去取来给我们，使我们听了可以遵行呢？因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倘若你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引诱去敬拜别神，侍奉他们，我今日向你们声明，你们必定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并不长久。正道，咱遮一个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过蒙福的新年。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的怜悯，没有人可以传讲你的话语；若不是你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得懂你所传讲的话语。主，愿你恩典怜悯，圣灵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蒙福的新年。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啊！今天是小年夜啊，小年夜。那牧师知道哈，牧师知道明天啊大年初一有人就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左右邻居来道贺新年快乐，来。在真实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时间追着往前跑，有没有？我们很快要老1岁了，我们也追着老，追着改变我们的身份。有人成为父母，有人成为阿公阿嬷，对不对？哦，有人成为阿公阿嬷啊。很快的，我们又要送走华人生肖当中的什么6蛇？对，6蛇。我们要迎接7马啊，7马。有道是逝者如斯，来者可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无不盼望着未来。但传道书1章9节这么说：已经有的事，以后一样会再有；已行的事，以后也会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如果这个世上就如传道书这么说，世上没有新的事，那我们到底又在瞎忙什么？所谓为谁辛苦为谁忙，是为追逐争夺一时的功成名就，还是用尽一生追逐那些好像花又好像草？我们都知道花怎么？花会谢，草会怎么？会枯。我们是追逐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人事物吗？那如果这样一辈子的生活，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回头看，是我们想要的吗？应该没有人想要。如果自己的生命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又该怎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过去、现在、未来串起我们的一生。其中过去的历史，并不是如台语所说的“过去就过去”，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台语说“过去就过去啊”。有道是见往知来，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当中，特别是我们犯下的错误、失败、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指引我们怎么样，不要走重蹈覆辙的错。牧师是讲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门口停了一台牧师的摩托车啊，快30年了，还蛮好骑的啊。那牧师不常骑。不常骑嘛，又常常有时候一整个礼拜没骑就没有发动，以至于电瓶常常会坏掉。
我印象当中，我的电瓶已经坏掉5次了，电瓶已经坏掉5次，一次就1000多块啊。意思是说，牧师其实没有从这件事情，对，得到教训，得到教训。对，牧师没有得到教训，啊，没有将功课学好。所以这么看来，其实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我们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今天小年夜的今天啊，我们一起透过《生命记》回到过去，看看摩西。摩西是上帝重用的仆人，最伟大的先知。摩西虽然无法进入迦南地，但是当上帝要他登上尼波山眼望迦南地的时候，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其实摩西已经比谁都更早进入迦南地。这是上帝对他重用仆人的奖赏，也是对他重用仆人的怜悯。摩西生命的尽头，上帝交代他一项重要的一个任务，也是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摩押地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因为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上帝应许的地方。迦南地虽然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却也是一个宗教偶像林立复杂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再一次透过摩西3令5申爱的警戒。弟兄姐妹，我们也即将跨越蛇年到龙年，迈向新的一年。我们是否还记得过去我们在上帝与众人面前所立的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地，我们去得地为业？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申命记》30章15到18节。15到18节，摩西呼吁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对生命信仰做出选择，而且走对的路。我们一起翻到周报的最后面，因为今天也有很多小朋友，主日学小朋友在上面，主日学的小朋友，我们读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请看，我今日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所要进去地上赐福给你。倘若你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引诱去敬拜别神，侍奉他们，我今日向你们声明，你们必定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谢谢主日学练得很大声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是会付上代价。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信仰更是要付上代价。牧师的摩托车坏掉，再换一个电瓶，其实是小事，但是信仰是关于我们的生命，坏掉了可就不是小事啊。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无法脚踏2条船。在这一段的脉络里面，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没有灰色的第3条路。摩西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自己救啊。其实，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2位牧师常常也会讨论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关心你们属灵的生命，而不是说想八卦牧师2个很少在自己2个人在讲八卦，我们要想要知道你们的生命属灵的状况。有时看到属灵状况不好，其实我们也会很难过。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你们不站起来，2位牧师陪的再多，讲的再多，其实也不一定有用。在这个段落里面，上帝已经将蒙福的那条道路，也就是生跟有福气的那条道路，已经告诉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
上帝第一次在何烈山与百姓立约。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爱。刚赵明长老有祷告里面有讲，他们用悖逆、不听从上帝的话，以至于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都死在旷野。我们不要死在旷野，这也会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警戒。正如志美牧师上个主日提到的，如果长辈的信仰没有成为儿孙的典范，那新一代的信仰又能够好到哪里呢？这其实也是让摩西非常担忧的地方。要进入迦南地很开心啊，如今21世纪的教会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不晓得今天没有来做礼拜的弟兄姐妹出去玩，现在有没有参与线上的礼拜，或者找一间你就近在玩的教会去守主日？其实现在的教会也面对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但是好笑的是，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哪一代造成的？哪一代造成的？纵然如此，上帝对他所拣选神圣的子民的爱，却是永无止境的爱。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想要向前迈进，也就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时我们必须什么？停下脚步。我们在做一个新的选择的时候，迈向新的一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停下脚步，干嘛？回顾过去。我们这时候其实要来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新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很期盼，但是他们需要重新了解上帝救赎以色列的故事。上帝怎么样从埃及，他们在埃及为奴拯救他们出埃及，来到旷野。上帝为了让他们离开埃及，透过10个灾害，让他们从法老的手中把他们抢救出来。那份救赎以色列脱离成为奴隶的爱，是一份永远约定的爱。其实这一份救赎的爱也一直延续到我们，不是吗？我们现在做到这边，因为我们有得到这一份爱，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被救赎出埃及的故事。我们也都深深的经历到，有时候只是你忘记了。我们也体验当初耶稣的爱，以至于我们愿意做出选择。我们悔改，归信耶稣。我们开始想走一条跟现在世上不一样的一条路。如果你还是想走世上的一条路，其实你不用来教会，很累。你看，礼拜天没去教会，还要被牧师点名，很累嘞。很累。我们是一条用信心跟随耶稣走在日光之上的一个旅程啊。当我们会数算恩典，代表着我们不忘本啊。其实这个也是做人基本的道理，我们不忘本。当然，我们数算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要走的时候，我们会小心的走，小心的走。但人因着始祖亚当夏娃遗留下来的这个罪性啊，今天赵明长老你祷告得很好，牧师要讲到都被你祷告完了啊。我们很容易被自身的私欲所控制啊，我们没办法节制，我们会远离上帝的教导，我们不想听，想走自己的路。我们变得自以为骄傲起来了。我们刚开始不会，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骄傲起来。我们想和上帝一样，我们想追求自主权。就好像撒旦一样，想要高举自己，而不顺服上帝的旨意。渐渐，我们就遗忘上帝的恩典。其实摩西，我们如果跟着生命记在走着，摩西早就已经看到以色列人顽梗、硬颈的心。
在申命记30章1到10节的经文当中，他已经晓得以色列人会违背圣约，甚至他知道，摩西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多年以后，他们会陷入罪恶的当中，受其他偶像神明的引诱而离开上帝，拒绝上帝的爱，以至于上帝的百姓最后怎么样？被掳到其他国家去。难道上面的诫命、典章、律例那么难遵守吗？难道耶稣的教导真的那么难遵守吗？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小朋友，耶稣的话很难遵守吗？牧师等你回答。在座我们很难遵守吗？如果看以色列百姓，好像真的很难呢。我们再现在看看21世纪的教会里面发生的许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好像很难呢。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奉献、礼拜上面的追求，好像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耶稣基督的爱好像很难呢。但难，到底是上帝的诫命难，还是我们自己难啊？难在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经文，11到14节。11到14节，我们翻到周报的后面，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对你并不困难，也不太远，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为我们上天去取来给我们，使我们听了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的那边，使你说，谁为我们渡海到另一边去取来给我们，使我们听了可以遵行呢？因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上帝明明给世人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到底是不是摩西搞错了？摩西骗我们吗？不然为什么那么难遵行？11到12节说到摩西领受上帝所给的律法，并不难遵守，也不远，只要我们伸手就可以完成。因为他有说嘛，律命典章就在我们的口，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远。不远这2个字，另一个很实际面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诫命就在我们生活的范围里面，不是空中阁楼，超乎我们想象的困难，或难以理解的神秘。其实台湾的基督徒受民间宗教的影响，很喜欢神秘，有没有？大家很喜欢神迹啊，然后方言，然后很多的东西，有没有？然后那种很神秘的东西，也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是遇得到的，我们随时都遇得到了。我们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就遇到了。而做不到的原因，其实是如12到13节，有人说什么啊？那个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还有在海的那一边，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可能只有天使，或者是特殊有能力、才能人才做得到。一直在讲只有牧师做得到啦，长老做得到，执事做得到，或者牧家的小孩才会做得到。听起来很像什么？借口。当一个人不想做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借口，没办法。当他讲出借口没办法的时候，就是印着景象，他不信任上帝对他的安排。人倾向于追求感官满足跟自主权，
也选择追求眼前的名利跟享乐，这个都没有不好。上帝其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不晓得大家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这个根本你不用钱去买，你也不用跑到很远去，你看你就享受到了，好舒服哦。牧师很早起来把那个浴巾洗好了，然后都拖到外面去晒太阳，曝晒一下。那个一刹那，我觉得我感谢赞美主啊，让是自己给我们的阳光，让我们整个人舒畅起来。上帝透过大自然都一直在跟我们讲话。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些上帝的美善，上帝永恒的安排，以至于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在灵性上面是越来越退步啊。哥林多前书13节说到，上帝怜悯要跟他的人。怎么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耐得住。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的重担，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能够承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蒙福的新年，其实真的不难。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周都在读新的诫命，刚我们读的是台语版本的嘛，我们来读一下新那个华语的版本好不好？来，那个小朋友，来，我们要读新的诫命哈。那个上面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哈，可以给小朋友看一下。然后上面有那个华语版的，那个大家那个就在那个桌子的前面哈，有一个对。黄色的哈，来看志梅牧师上面拿的这个，对，上面有那个，好，我们一起来读华语版的哈，来那个大家看一下，对，潘哥拿起来一下，潘哥，啊，对，这个哈，我们好好读，我们绝对哈，不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好像我们背主导文一样，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背得非常的流利。就过去了，而没有去思考什么字里行间的意义。然后听到了还不是很重要哦，更重要是要把它内化，然后怎么样化作行动实践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哦，来，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之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做不到，是否我们内心有什么原因？我们借口，我们担忧，而阻碍我们走这条蒙福的道路，而阻碍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我们是否其实一直都没有勇气进入迦南地？你会不会已经信耶稣很久，其实你都没有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为什么没有进去？因为要进去要怎么样？要征战。要征战，征战是什么意思？征战就是你的生命其实会被修剪，会破碎。信耶稣这条路，其实它就是会让你就好像陶匠一样，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他会把我们破碎，重新捏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在害怕？还是说，其实我们已经来到教会很久了，我们仿佛一直披着宗教外壳的面具，平安哦，带个十字架，过着表里不一的信仰。其实只有你们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
的确，在信仰的旅程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其实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万事顺利。有人很好笑，信了耶稣怪上帝，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好意思讲说，你今天不信上帝，你也会碰到不好的事情啊。你会去怪妈祖吗？你会去怪关公吗？不会啊。你会去怪你祖先让你得到这个病吗？你也不会啊。但是很奇怪，就有人会去怪上帝。我们生命还是会有许多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我们这阵子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过很多的大刀，很多的大病，那也陆陆续续出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说：“牧师，还要有上帝，我们还可以祷告，还可以依靠。”我们也会面临许多的生离死别。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离开了。有时听弟兄姐妹讲话，好像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的感觉。牧师跟他讲死，好像他不太能接受牧师跟他讲死这个事情。有时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会有面对病痛，甚至无常的打击啊。前几天看到我的女儿子瑜提早来到这世上，我跟志梅牧师，我们觉得真的是能够平安的来到世上，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好感谢上帝哦，能让他平平安安出来。昨天下午在诚品那个大楼里面去，那个有一个木举那边无印良品去买东西，然后就刚好前面有一个小朋友大概抱在那个，然后在哭，然后牧师很奇怪，我就会去逗他，在后面，然后他就不哭了，他妈妈就很奇怪，怎么突然不哭来看我一下那我就拿我的手机给这个小孩子看，就说那个刚好我们家的孙子那个一个刚好在月子中心他们传给我的那个妈妈很厉害，你们是不是在某一家的月子中心？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也是刚从那边出来，就是他之前是从那边出来了好巧。我说你为什么知道？他说那个小孩子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了都是一样的他就跟我分享，其实他生产不是那么顺利，孩子出来有黄疸又怎么样，也多住了好多天。所以真的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无常的打击，甚至是自己牧师牧家的人也是一样，甚至我们有许许多多在新的一年里面有很多的诱惑临到我们，在财务上面，在权力上面，在情色上面诱惑。可是当我们全然的放手，学习放手，要成为基督徒，其实第一步就是要放手。上帝要雕刻你的时候，你总不能还动来动去嘛？我不要，你要切我这边，我不要让你动。不是啊，你要放手，让上帝来雕塑你啊。我们要开始放手，才能觉得什么？倚靠上帝，我们才能然后痛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紧紧抓住耶稣。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我为什么要抓？像小朋友为什么要抓住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为什么？就是担心害怕，他觉得罪抓了就有安全感。我们要听耶稣说什么。这个礼拜四，牧师也跟那个社青团契说，你们来团契很好，但是还可以再多一点，要读上帝的话，不能老是靠牧师讲，你要自己要读，每天读上帝的话，很开心。有一些人就说举手说，牧师我有跟上进度，牧师听得很开心，就有在读。当有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会进到他心里面，当你放在心里面，你就会想出来。牧师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佑豪新郎官3月7号要结婚了鼓掌一下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我婚礼要讲什么我也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主题，我也放在心里面，因为这阵子也很忙
昨天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当我放在心里面，其实上帝就给我意念，我就想出来了，想出来我那个主题哦，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你的主题又不能太八股哦，又要应景哦，又要很贴切啊，所以因为我想上帝就让我想出来了。我们要另外呢，我们除了想之外呢，我们要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学习耶稣什么牺牲奉献啊！你要走基督徒这条蒙福的道路，其实要先学习牺牲奉献。教会绝对不是俱乐部，那你来喝咖啡、喝茶、甜点有了。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礼拜部啊，我也准备茶点，但是绝对不是那个是有弟兄姐妹的爱心。爱心哈，我们然后等一下大家互相的交流。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牧师相信从那一刻开始，你的属灵的眼光才会被打开。当你属灵的眼光被打开之后，你开始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坏事、歹事。你以为牧师不会碰到吗？我们也会碰到啊，但是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当牧师每次去医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都是很不容易啊。这个真的关怀部长，关怀部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去陪伴那个在那边病榻当中，你要跟他讲什么，真的很难。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用不同的眼光来碰到现在的问题？当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被打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慢慢了解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并不一定是全职的传道人才是呼召。上帝呼召你在家里，上帝呼召你在学校，上帝呼召你在职场上面，上帝呼召你在每一个地方。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成为真正耶稣的门徒，我们会成天国的门徒，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活在日光之上。一开始牧师有提到传道书说1章到9节，大家再听一下。传道书1章9节，已有的事以后会再有，已行的事以后也会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鲜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如果我们是活在太阳之上呢？情形可就会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就会有新的事情出现，因为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啊，也就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身边发生。最后牧师要说，蒙福的道路，蒙福的这条道路，以你外在拥有的多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唯有习惯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唯有活在太阳之上，我们唯有以马内利的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过一个真正蒙福的新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小年夜的今天，也是你的主日，用你的话语亲自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旅程、有限的生命当中，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蒙福的道路一定要有你的参与。所以我们说，主，我们真的需要你，需要你在前面带领我们过一个蒙福的马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回应的圣诗，圣诗第464首，福音真声在大堂。圣诗第464首，福音真声在大堂。会众请起立。
精线，传播地球欢喜消息，白白相送你甲我，上帝将都施行，救赎世间万万人，信托求助无论是谁，约定永远我稳当，好迎接时代，看到天海甲精彩，好迎接地他，好气好你甲我，好迎今下有地车，咱人应该在手骨，无你推是主的恩下，无你靠天主的我，我是我命的命，有主信心的强亏，罪过是地亲像主啊，我要世到被那些，好迎接时代，看到天海甲精彩，好迎接时代，好迎好你甲我，好迎今下也得到，应该更新世里听，无反悔也过现在，本当丢掉大家家，都找不断性命，我的心在之所在，无的外头无的看，行了拄着大灾害，好迎接时代，看到天海甲精线，好迎接时代，好迎好你甲我，阿门。会众请坐。奉献，请长宽的同工。
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伫周报的顶面。教会以上宣传正圣道，万民皆祭司。第一点，望阮军队主耶稣的脚步，定定算效主过去主救赎的恩典，我靠主的气力过丰盛蒙福的新春。第二点，为着教会集体，东王兰、新淑会、陈丽水、赖清光、黄林豪、林春基、杨娜玲、简英志、武龙、林依乐、陈秀良、杨志坚、李亚娜、陈怡君、陈婉柔、甲林子如、黄世明、甲洪兆明。第三点，为年节的期间，合家团圆，出入平安。愿耶稣基督的疼甲恩望充满福音亲友，喜乐相随。请咱三甲来祈祷。心灵得到平安，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教会事工一切顺利，伫新的年度有好的，你来帮助我，更新，新的日子，新的一年。主啊，请你听阮有声有无声的祈求，看顾咱教会兄弟姊妹身躯的病痛，也看顾保守今年教会所有的事工，有主你的看顾甲保守，有圣神来帮助咱，互咱加添阮的智慧来行咱的事工，拢会当符合主你的旨意。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后周的事工有伫周报的顶面，请长方同工来看。新年的期间，阮所有的聚会拢是学堂礼拜，所以请大家来注意时间会小可无共。特别是年初一的时阵是10点。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第一点，新春期间的聚会公告。第一点，本主日是年假的开始，爱瞻暂停供应，祝大家信仰落实伫生活，马到成功。第二点，2月17大年初一上午10点，新春清社礼拜是学堂礼拜。第三点，2月16号。到2月21号，周间的团契聚会拢暂停。第四点，2月22号上午9点半，主日礼拜，拄着年假的结束，嘛是学堂礼拜。第二点，3月8号下晡12点半到3点，儿童主日学的师资培训，儿童教育如何面对后现代浪潮。请有对宗教教育有负担的兄弟，主流校长、幼校来报名。2月28号来截止，拢免费用是拢免，要伫大场埕教会来举办。具体消息第一点，咱恭喜消公院的兄弟取得台北科技大学化学甲生物科技系的博士的学位，咱拍鼓来甲恭喜哦！真正足厉害，无简单呢。
真正真拍拼，这个年纪出着博士的学历真正无简单吼。第二点是教会大好消息，恭喜林子瑜甲黄义秀夫妇得到囝嘛是牧师的孙仔啦，牧师做工做工做肉因的囝名叫恩佑恩，来考大家佑恩的台语要安怎讲？大家来佑看卖。我查是佑恩啦，佑恩啦，即马网络拢会当查讲谁的名是安怎，台语是要安怎念，无这其实教会遮侪名足歹念，大家拢去查看卖讲，谁的名是要安怎念？佑恩小朋友吼。原主的丰富充满伊健康成长大家爸爸恭喜牧师做工作嘛好，奉献美食若是错误还是漏交的，请干事还是会计来纠正。上言圣诗第513首，原主祝福保护你。因此，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应更偏救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小所的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过了一个健康、安全、平安、蒙福的过年。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避讳。咱的下骹吼，我们。